啥物人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要指示伊所定定的路，伊的心情要得到安息，伊的福会要承接土地。咱三甲来吟诗哦，老主圣诗60首，做来演戏，做来演戏，请听圣诗60首。 唔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什么，要啉什么，在操烦。咱看圣诗55首，1月55，礼文1099页。 1099篇哈，马太福音第6章，启应文第55篇。唔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什么，要啉什么来操烦。唔通为着恁的身躯要食什么来操烦。性命敢有是比食
食物较重要。先保险毋是比预防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的鱼类嘛得甲因养殖。恁减无比因较贵重。恁才有人想讲超凡，袂当用家己的性命加活一丝仔久。恁哪着因为要穿啥物超凡？恁想看山野的花安怎在调查？恁无落雨，嘛无空气。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以前的衫拢无比内底花一蕊搁较水。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在活，明仔载互人迄落花路。上帝无安尼甲恁侦探，伊减会搁较甲恁糟蹋。恁哪会遮尔无信心？所以恁毋免操烦讲，我要食啥物。也是我要用什么，要食什么。遮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恁鱼的菜食的拢是恁所出来的。要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遮个物件就会拢怎拢互恁。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明仔载的代志，明仔载才操烦。三角一声。一日的艰苦一日等。三角压头来祈祷。至圣至尊的阿爸爸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今仔日是你所定着的日，你赏赐我有好的日光，我三角用火热、用虔诚的心来到人门教会，我一只要来敬拜主，我一摆搁一只搁来献上我深深的感谢。我知影过去伫这疫情，你保守我一切平安。伫即摆经过疫情，你搁互我新的希望，互我会当三角做伙，伫人门教会70周年以后，我有新的开始，大家有新的精神，搁较坚强。伫张牧师的带领下，大家人同心合意来拍拼，互阮的教士，互阮所有的众兄弟姊妹，会当来教会是感觉亲像一家人，大家人互相招呼，互相疼爱，互相关心，互相带导。伫主耶稣你的疼爱内底，做伙来成长发展。阮知影，阮虽然持守你一切的概念，但是我仍然欠一项。阮希望透过罗牧师的喙，阮搁一摆来受着感动，搁一摆来想，阮欠啥物对一项，阮要咱决心来面对主。即时阮安尼恳求感谢，拢是用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
咱真多谢吼，咱是团契的献诗吼，咱知影四个福气到着咱用。即是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是记载路加福音18章，路加福音18章是新约92篇吼，咱要对18节到23节，18节。一个做官的问伊讲：好的先生啊，我着怎样做，才通先接应我？耶稣甲伊讲：你啥事称呼我是好啊？无一个好，独上帝若惊。这个代你已经知，无得奸淫，无得杀死人，无得偷窃，无得人杀做干净，着敬你的父母。伊就讲。这个我对细汉拢守伊啦。耶稣听见就甲伊讲：你要欠一项，就把你一切所有的来互送向人，就要有财宝伫天里，搁来对我。迄人听见这个话真忧闷，因为伊真好业，伊上讲到。咱要欠过对一件，咱要搁欠过对一件，咱将时间交互老师。来所敬听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互我今早起会当代表团伙会来到咱中间，正兄这请安岁谢，多谢。咱贵会牧师甲咱的总结，互我这个机会代表团伙会来到咱中间。今仔日来的目的是要唤起咱对这退休的传教者，我嘛包括在内。顶年拄退休安尼吼，今年满71岁。对这传教者、退休传教者的关心啦吼，咱知影退休传教者愈来愈侪。年岁若加添。未免有时病痛嘛会那济，有时若去拄着急难的时阵，到底要怎样？咱的团伙会有真好的一个吼计划。咱看咱今仔日的咱的听书单内面有一个在说明，就是讲有一个爱慕基金、爱慕基金。咱的传教者、退休传教者有拄着这个急难，还是重病。或者是健康需要做定期检查等等，有一个基金来帮助这个退休传教者，真需要大家来关心。大多我知影咱教会意向是对这个事工真关心、真支持的，所以伫遮特别大声甲咱说多谢，希望继续替这个退休传教者来关心大多，愿上帝赐福咱的手所做一切。请咱大声三甲码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多谢你，每一摆会当有自由、健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阮的心拢充满感激。因为主啊，毋是阮拣选你，是你拣选阮。亲像你捌甲以色列百姓讲，伫万百姓中间，以色列人毋是上介济，总是你专听因，拣挑因，诚做主你的百姓。相反。阮伫万民的中间，阮嘛毋是上好的，总是主通过你的听，你的救赎，阮会当成做上帝的儿女，甲耶稣基督当做护士，阮真正内心时时拢充满感激。总是有这样尊贵的身份，阮着怎样来活，来荣光你的名，怎样来跟对你？阮常常爱做反省甲思考。早起，阮就是要对你的话中来做反省。愿上帝你的灵亲身运行伫阮中间，真心来教导阮，互阮讲的、听的、平平伫你面前得到造就。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有一句话安尼讲查某人永远欠一领衫。安尼，咱中间的姊妹，你毋知有甚物款的反应吼？想看觅啊，早起你伫衫橱头前徛偌久才出门安尼吼？感觉讲，我这规橱拢衫吼，哪会欠一领咧吼？永远欠一领吼。
其实欠一领衫问题无真大啦吼，即马足方便的去百货公司，佮买一领家己佮较介意安尼吼，安尼就解决啦吼。但是平平讲欠一项，也是讲欠一件，对早起咱所读即个圣经内面的官，哦，伊损失就大。是安怎？因为伊知永远话真要紧啊，吼，伊来找，伊嘛找着正确的人，找着主耶稣啊。主耶稣嘛已经甲伊开一条路，讲你着安怎做啊？而且，咱若对圣经来看，伊的品格嘛足好啊，哦，伊自细汉就拢守真侪只律法。伫即个前提下面，吼，敢若讲因为欠一件，欠倒一件，就是讲无愿意变卖伊的财产去军队耶稣，因为伊真好个，就敢若欠一件，伊就甲吼永远话安怎？来讲啊，小闪过吼，已经拄着主耶稣啊，总是空手倒转去，真无彩吼。其实圣经甲咱讲是讲，伊敢若欠一件吼。其实你若详细去思考啊，即个官其实毋若欠一件，欠几啊件。互咱做伙再去来想看卖啊咧吼，到底伊欠倒几件吼？第一项，伊欠的是决心嘛。多谢咱的长老伫祈祷中间有提醒咱，伊欠决心。这个故事吼，咱若查考圣经，你会发现讲，伫伫几啊本即个福音书内面，拢有去提起吼。我特别请咱来对照讲马可福音第10章吼，17、19、22节，我建议转去会使去看。你若去对照这段描写同款的故事吼，你会当看出讲哇！这个官真无简单的，因为真少年吼，伊真少年啊，少年就讲咱即摆话讲人生胜利组吼。你看有名有地位，佫好嘢，但是伊安怎？伊真聪明，伊知影讲我爱来追求永远话。伫好嘢以外，伊知影讲爱来追求永远话。吼，这是互咱看到。第二就是讲伊足谦卑啊。咱若去看马可福音的记载，伊来找耶稣吼。要求永远话，伊是跪咧，甲耶稣请教吼，讲先生啊，请你甲我讲，要怎样得到永远话？第三，伊品格足好，咱拄则讲过，耶稣甲伊问足济啊，细汉大个吼遵守而且律法，伊拢守掉咧啊。安尼甲看的时阵，哇，这个少年人实在是足无简单啦吼。咱讲人见人爱吼，包括主耶稣嘛共款，这个就遮尔可处的青年，所以。耶稣马上甲指示讲：安尼好，你爱永远话，你就是去变卖吼，你一切诶吼，啊来分互送养人，啊过来军队我。啊，咱若读圣经，吼安尼一路读到遮，你可能会想讲：哇，一个美好吼，美好的结局可能特别发生啊吼。但是无拍算，你佫继续读来讲，哇，完全安怎？甲咱想的180度无共款。因为这个少年人听了耶稣讲了，伊就真忧愁来离开啊。圣经讲伊足好个，伊足好个。啊，咱等遮小可来停一下，你甲想，伊甲主耶稣问要安怎样永远话，主耶稣嘛甲讲，但是主耶稣讲即句话讲，你爱去变卖你所有的来军队我。你甲想，主耶稣是真正爱伊的财产总袂掉吗？主耶稣是甲要求安尼吗？咱想看卖吼，其实应当毋是啦吼。人因为规本圣经你甲读，每一个军队主耶稣的人，也无讲一定拢爱甲财产卖掉啊。哦，敢若有一个人，哦，叫做巴拿巴，哦，伊是出自自愿，伊嘛毋是勉强。伊伫初代教会，咱看初代教会记载中间，伊家己的田产，伊拢吼。拢卖掉，啊！互大家遮兄弟姊妹当三甲来分享，诚做一个真水的故事。除了这个人以外，规本圣经你无看到讲，讲军队主耶稣就袂使有财产吼。但是耶稣是按伫遮特别解讲，你爱变卖你的财产，过来军队我。因为耶稣是咧挑战伊的决心嘛，哦，挑战伊的决心。耶稣伫世间咧传福音的时候，有讲一个吼，假使真要紧，讲咱每一个人要军队主耶稣，袂使你同齐服侍马门，
搁服侍什么？服侍主。讲一个人袂使服侍两个主啦。你一方面搁要甲世界哦真亲密，你搁一方面要跟对主，无可能。所以耶稣是咧甲伊挑战伊决心啦。你要得到永远活，总是伫永远活甲财产中间，倒一个你看了较重，倒一个你看较重。但是咱读今仔圣经，你会发现讲，伊看财产啊，看财产较重啊，所以结果伊就安怎？伊只好吼，忧愁来离开吼。这个实在是真无彩吼，已经差一步尔。照耶稣的教示去做，伊就会当得到永远活，总是擦身而过。这个甲咱讲一个真要紧的吼，这个教示就是讲，决心、决心伫咱的生活甲咱的信仰中间，真正安怎有真要紧的角色哦。咱教会有一吼，我知影一医生嘛吼，毋知你咧听牧师讲道。有小可讲，这个牧师讲到那个小可，这个伊的气那敢若怪怪安尼，毋知有无？蔡医师有听说，小可那咧喘安尼吼，那敢若会喘安尼吼，因为伤过大箍啊吼。我嘛知影，我虽然无大箍表，较大箍的嘛无济安尼吼，无啦吼，但是讲我足大箍安尼吼。大箍就是爱减肥嘛，对吧？减肥个运动嘛，就是你食较少咧，个运动你就会当较瘦啊。但是看到好食的物件的时阵，安怎？若捧出来，一句话就走出来讲，福气啦，福气啦，明仔载才搁讲安尼吼，决心就安怎，就去互拍败啊吼。所以讲，人的大箍嘛，毋是无原因啊，袂使你家己找原因，爱老实认罪啊，就是。爱食嘛吼，但是你看有个人，因伊的生活伊的，也是讲伊的事业，伊一生或者是一个国家，因会则成功，甲决心有关系。我用一个例甲咱讲，有一句话咱拢捌听过，讲罗马毋是一天造成的吼，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对你这句话讲，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有真侪解说啊，吼。我都要真努力才会成功啊！但是我读到一个故事，在解说这句话真趣味。伊讲吼，罗马是安怎修战吼，去逐所在修战拢拍赢，因为因的将军吼带因的军队到一个吼对着国家上岸了后，迄船吼就甲伊弄破，船底就甲伊弄破，安尼表示什么？你没有退路了，叫做破釜沉舟。你就干那太赢，你才有法度倒转去啦，无你就无法度转去啊。所以你看罗马兵吼，因军队足强的吼，没有退路啊，下决心要打胜仗。再去我要甲咱提醒，就是讲咱军队主要说，咱咧行信仰这条路，你有真正落决心要甲上帝相合行无？现今你有真正用决心？真坚定的决心，甲上帝咧行无？有一句咱台语的俗语吼，真吼，互咱做参考讲吼。伫关于信仰啦，讲有个人是用真心在拜假神，有个人是用假心在拜真神。你知影这差别伫倒位？什么人是真心在拜假神？你看吼，民间信仰的这信徒啊，我大概看因咧什么行老热啦，软桥口，讲咱的会友若有法度像安尼吼，早咱可能即马毋知阁行偌济倍吼。因为是安怎？咱有一寡会友啊吼，袂使讲真济吼，有一寡会友是用假心拜真神。安尼讲是真歹势，但是事实是安尼啊。你若是用真心咧拜真神，有决心，你敢会讲无紧啊？即礼拜歹势我，上帝我甲你请假啦，阮公司要去旅游啦，才要做啥物？你敢有遮济理由？一定袂嘛，一定甲敬拜上帝做绝对优先嘛，敢是安尼？我常常提醒各位会友勉励讲有诶讲牧师我袂晓传福音啦，传福音所以真要叫我袂晓传。我讲上简单。
你照时来敬拜上帝，你就是咧传福音嘛。你讲哦，我去信耶稣足好，啊，你礼拜日凊凊彩彩啊，啊，有聚会你嘛凊凊彩彩，啊，无咧去，哦，有时颠倒往跋倒，人会甲咱笑呢。以前人讲咱信耶稣是邪教啊，对无？啊，真侪会友吼，拢食上帝教教呢。若食教，搁食上帝教教，你甲上帝关咧凊凊彩彩，啊，你也无要紧，无决心嘛，你是半吊子。你若是安尼的时阵，有一句圣经的话，咱都要记伫咱的内心吼。伊讲吼，主耶稣捌讲吼，讲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你唱华迄个，你咧累惨，但是你搁一直咧看后壁，一定累袂好嘛。信仰嘛是安尼啊。你讲你信耶稣、信上帝，啊你信神，你拢凊凊彩彩，无认真、无下决心。这个少年的歌，就是互咱一个真好的例嘛。伊人拢真好啊，对无？真成功、真光哦、真光明，啊嘛拢受所有的改名。无但像咱今仔坐吼，兄弟嘛有可能是安尼啊。咱这个基督徒，我都真正上咧做礼拜，但是是咧习惯，还是讲啊，要紧啊，有时间才去。哦，你无真正下决心的时阵。咱的结果就会甲这个少年官同款，所以第一项咱来想，咱欠倒一项？咱的决心有够野无？吼。第二要甲咱想的就是讲，伊欠少交托的心啦，交托。哦，圣经有一句话我足爱吼，我有咧写灵修小品吼，逐工我拢有写一句圣经赞吼，伫我的脸书啊，我足爱即赞，诗篇37篇第5赞，吼。讲当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你若毋捌读过这句话，拜托你要甲记起来。真简单，交托、倚靠、成全，足简洁的吼。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若欢喜交托，并且倚靠伊，伊就要成全。但是咱伫生活中间，咱有偌济做到遮啊！你看这个少年官，主要说已经甲伊讲足好啊！只是遮尔清楚，伊哪会无法度下决心？伊哪会无法度甲伊的财产讲好，照主要所讲去变卖？因为伊若甲伊的财产卖掉，伊就安怎？无法靠啊！财产是我的依靠啊，对吧？你捌听过一个故事，讲一个人去互唱讲。你要钱还是要命？伊讲我要命。伊讲啊，你把钱拿来，用钱就是我的命。哦，伊掠足条啊！啊，咱有时信仰嘛是共款啊。你甲你的钱掠足条啊，这少年看伊就无爱交托啊，无爱交托。其实吼，伊就是变做互伊内心有足大挣扎，啊嘛是咱信主的过程中间真大的考验嘛。我毋知咱有伫信仰中间捌看到即款的兄弟啊无吼？拄到代志，伊嘛知影讲交托啊，爱祈祷啊。吼，咱的生活教会中间有时你嘛会发现有个兄弟，伊拄到艰苦，伊知影讲啊，我爱祈祷，爱交托。但是安怎？伊哪祈祷哪烦恼，哪烦恼搁哪祈祷，哪祈祷哪烦恼，哪烦恼搁哪祈祷，代表什么？伊无完全交托啊。他一方面在祷告，但是伊一方面家己有法度去解决的部分，也是伊想要照家己的方法去做的，伊就去做啊。你想上帝敢会真正成就你的祈祷嘛？哦，这是咱来去想的。我用一个故事甲咱吼做分享吼。有一个故事真趣味，讲有一个好野人，伊住豪宅，有20间房间吼。上下楼，楼上楼下吼，20间房间。啊，伊信仰真好呢，伊嘛真定来咧祈祷讲啊，主耶稣啊，你若使来拜访我吼，我一定足欢喜安尼吼，定咧祈祷。有一天安尼，听到安怎？有人咧拍门的声，哇！伊就走去开门，哇，是耶稣呢！哦，伊足欢喜咧，讲啊，主耶稣来，请入来阮厝安尼吼，我楼顶迄间主卧室上水的吼，主耶稣，
互你这么大环境，你甲我做伙大呢吼。啊，但是主要说去无偌久，佫共阮佫有一个人，今日人遮济吼来弄门，伊拍开讲，哎哟，是魔鬼，魔鬼话要入来，伊就一直甲动吼，好不容易把魔鬼赶出去。赶出去了后，伊咧想讲，耶稣拄阮兜呢，我伫遐咧，甲魔鬼伫遐咧车拼的时阵啊，主耶稣伫倒位？就去甲主耶稣寻思问罪吼，主啊，你伫阮兜？啊，啥魔鬼来，你拢结点点，差不多是安尼。主耶稣讲啊，恁兜20间房间啊，我才住一间主卧室尔，免我甲你斗骹手。伊讲我安尼哦，无好啦，楼顶拢互你管，楼顶一半拢互你管吼，我就去困啊。过顿工无拍算讲，个人来弄门去拍开，佫是魔鬼伊佫家己遐安尼捂足久的吼，才甲魔鬼赶出去。伊即摆就佫无欢喜啊！去做主耶稣，主啊，一半拢互你管啊呢，一半拢互你管啊！你是安怎？魔鬼来你拢嘛是共款无？没有动静啊！主耶稣讲你嘛要一半2楼嘛，我住楼顶呢，楼骹互你管啊！所以迄个人讲好啦，无规间拢互你管啊，拢互耶稣管啊呢吼。第3天。个人来弄门的时阵吼，伊即个好野人，伊起身要去看的时阵吼，楼顶就脚步声，走比伊较紧落来，主耶稣就去开门，魔鬼看到主耶稣就走去。这个故事真趣味无？表示啥物？咱甲主耶稣的关系就是安尼啊。咱只明讲信主，你看像这个少年的，我要永远活，伊有巧无？足巧的啊！伊毋若爱物质，伊嘛爱永远活，但是伊无法度完全交托。主耶稣毋是讲你拢袂使有财产吼，你爱有交托啦。这是真歹学一个功课。咱伫信主中间，我想咱中间大家拢有大多数拢洗礼过嘛。伫做酒班的时阵有甲咱讲无？洗礼上要紧的意义伫倒位？洗礼对咱的意义伫倒位？有人讲都是当公开承认做咱的救主，这无错啊。但是佫进一步，洗礼在讲啥物？讲咱愿意甲咱性命资源交托给上帝，这是洗礼真正意思啊！无咱洗礼要做啥物？咱就家己信家己就好啊！你看洗礼进前，咱是家己的主人，你要做啥物？只要我喜欢，为什么不可以？但是你洗礼了后，你就是表示讲，我欢喜甲我性命主权交主。你就要有真正欢喜，有决心安尼来交托，你才有法度得到上帝要予咱的应允啦。你看圣经内面足侪即款的假事，拢在讲这。你看马可福音第8章35节，有一句话，主耶稣讲过，无啥好听，但是毋知咱读的意思是啥物。伊讲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自己的生命。要救家己的性命，讲你会丧失性命；若为着福音，甲为着咱的主丧失性命，你会救了家己的性命。哪像咧绕口令？伫遮性命咧讲啥物？讲要救家己性命，会丧失性命。迄个后壁，即个性命是讲永远活的性命啦。你要得到永远活的性命，但是你用家己的方法，一定用家己的方法要救，是救不到的，会愈离愈远，对吧？咱若要救家己的性命，伫世间，咱咧想的就是讲我财产愈侪，我若健康顾好，还是我有愈成就，可能我就愈有保障。但是伫信仰内面，你要得到永远，毋是安尼啦。主是讲你要交托，所以讲为着欢喜，为着福音，甲为着主来帮上性命，会救家己的性命，毋是讲咱来去顺教，是讲你有没有交托啊？你信主啊，你有真正欢喜，甲家己交出去啊无？你若无愿意真正交出去，咱就是会甲即个安怎？甲即个少年的歌共款，只差一步啦。讲你离上帝国无远啊，但是嘛是要差一步，你就是入袂去啊。第3项，咱要做的想是讲，
伊欠什么？伊欠讲把主的声好好听入去的心啦。哦，他缺少了把上帝的声音把主耶稣的声音好好听进去的心啦。哦，你个看，伊来找主耶稣，主耶稣个工作清楚，你要去辨别一切来真正怂恿人过来吼，军队主，伊太无法度下决心，伊太无愿意甲家己交托出去，都是伊个主的教是有听没有进啊，伊都无听入去嘛。哦，咱有一句话讲，我跟你讲得很清楚，啊，你却听得很模糊，伊差不多是安尼啦。好的，主要说白话啊，讲作讲作变卖你所有的啊，变卖你所有来军队我，啊，他也不爱做，听袂入啦。啊，先啊听袂入，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讲，四周围的声，有可能四周围的声伤济，得甲伊影响啦。哦，咱的生活中间嘛。四周围足侪人在甲咱影响咱的信仰咧吼。譬如讲，对这个少年官来讲，哎哟，啊你遮好个啊，啊名声地位拢有，啊他着搁去麻烦找什么冤枉话？啊冤枉话到底是当时的发生？啊为了冤枉话付出了侪敢有价值？吼，啊你即马着是好好去享受啊，啊着那着即马呢吼，开遐侪钱去得了冤枉话，很多声音在影响这个少年官。在咱生活中间嘛足济啊！哎哟，你做基督徒，逐礼拜都要去礼拜哦。哦，迄来运动爬山偌好咧，增加健康哦。啊，来甲做别人做social，足济人在影响咱甲主的关系。但是这个声拢会影响安怎？你若互这个声影响，你的决心就会受影响，你交托的心嘛是会受影响啦吼。所以四周围的声有时咧影响咱甲上帝的声、甲主的声会起冲突哦。毋然呢，你家己内心有一寡主观，你家己的声嘛真济呢。哦，你看咱的民间信仰内面足趣味吼。你讲伊咧信神明，其实伊咧信什么人？伊拢咧信家己啊，对吧？这个神明若是神明，咱会使讲你无信。无照你的祈祷，无听你的，你就讲我甲你换一身。真的神敢会使互你凊彩换来换去，对吧？哦，真的神，你讲伊毋是神，伊嘛是神啊，对吧？所以你的心，你家己的心做主的时阵，当然，上帝的声你就听袂入去啊。哦，我用一个故事甲咱做比拼啊吼。讲有一个好嘢人，伊真好嘢，但是安怎伊无快乐。啊，但是伊的豪宅对面吼，一个家厝啊，一个这个老大人吼，老阿公啊在收破烂吼，伊逐工过得足快乐。啊，尾仔嘛吼，伊就出来吼，烧个面桶吼，安尼一桶烧水安尼骹伫遐浸咧，现啊下落去就伫遐唱歌，哦，逐工都唱歌足快乐诶。啊，这好嘢人就足嫉妒咧，讲啊，我遮好嘢无快乐，以前我逐工唱歌快乐，伊就甲伊的迄个管家吼埋怨，啊，迄个管家讲无问题，这个问题我来解决吼。啊，有影吼，过几工以后吼，这个阿公就无搁出来唱歌呢，吼，若一工几啊工拢无出来，哦，哇，这个好嘢人说，颠倒伫遐烦恼讲，是毋是破病啊？哦，所以讲我来去甲探者。结果伊去对方去迄个阿公仔厝一个拍开门，甲看讲哦，哎阿公啊，我即么穿甲足体面嘞，都名牌吼，笑眯眯，拄到伊种诶，好个人讲，哎哟，我掠准你破病嘞，吼，即个听你唱歌，即摆人拢无出来唱，伊讲哎哟，这个某冤家啊，吼，我拄好要找你啦，我足多谢咧吼，因为哦。前几工啊吼，你的迄个管家吼，摕1笔钱互我，讲吼你好好去改善你的生活，看你要买什么、食什么、穿什么吼，尽量去吼。伊讲我即马足无用诶，我逐工足无用诶，今日要去倒一个吼，去买新衫，要去吼，要去订什么家具吼，我哪有时间我唱歌？哦，迄个冤家听了吼，会心的微笑吼。啊，这个故事真趣味吼。
甲咱的信仰有小可共款。你的心，你讲我信上帝，但是你一方面，你内面家己的声足济，或者是边仔声，一直咧甲你影响，你哪有可能吼？哪有可能甲上帝听上帝的声听入去？上帝要互你的祝福，你哪有得得着？哦，所以你看主耶稣伫伊伫世间咧传福音的时真趣味哦。伊讲每一摆讲道煞吼，伊拢会加一句话叫做什么？每一次的教训讲完，他都会加一句话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对吧？恁有耳通听，恁就爱听。会奇怪，是这个人来听，主耶稣的教示拢无炸耳啊吗？敢是安尼？毋是啦。主耶稣是咧提醒讲，恁有法度得到福气，也是无法度得到福气，关键伫倒位？是甲主的教示，你有真正听入无？也是对遮听，才就出去啊！哦，我要甲咱挑战哦，咱每一摆，咱拢来做礼拜，咱蛮好。咱可能信主诚久，逐工吼，逐礼拜真侪人拢有来做礼拜，但是咱甲主的声听入去偌济，这是咱爱去做一个吼，做一个检讨的吼。因为咱只有甲主的声真正听入去，佮照安尼行。咱的上帝甲咱在早就备办福气，一定会临到咱嘛。但是你若有听没有进哦，安尼无采工哦。所以我是感觉讲，咱每一摆，我有时嘛提醒会友讲，你要来做礼拜，你要较早来准备心哦。歹势我足久毋捌来咱教会哦，讲到即摆过来的时阵，我因为是人客，我会使加减讲安尼吼。咱礼拜前除了练歌以外，吼，你看咱嘛有迄个，咱的乐团直接练习，咱都要安静祈祷啊啦。哦，你都要来直接安静祈祷，准备要听主的声。哦，你要甲上帝的话真正听入，毋是来直接数数。哦，照久无看来，啊，心足杂的。你想，牧师的讲道，你有法度听偌济？我毋是讲哦，我外口讲毋是。我感觉每一个牧师，伊若认真准备，一两句话你有听入去，就对你有足大的帮助。但是咱有听无？有咧认真听无？我希望今仔日通过这段圣经提醒咱哦，咱拢已经今日信仰这条路会行这嘛，但是咱家己做检讨，你有确定已经行伫永远活路啊无？或者是你要伫永远活啊，甲世界中间，你要伫遐咧荡秋千？念伊这边，念伊迄边，我感觉，若是安尼时，我希望采取这个信息会当帮助咱，做一个反省。咱真正光照咱就是讲，到底咱伫行信仰这条道路顶面咱要欠倒一项？咱来好好常常家己做反省，互咱行信仰的路会当行到正平坦，会当上帝要互咱祝福咱。真正会当伫遐来享受上帝满满恩典甲祝福，请三讲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多谢你，阮真正何等福气，比一人更较大声，会当互主你来竞选，将做上帝你的儿女。伫约翰福音第5章15章甲阮讲，毋是阮竞选你，是你竞选阮，佮派阮爱去。结果子来荣光你的名，总是主啊！阮有安尼做啊无？伫行信仰这条路，到底阮是欠什么？阮决心无够吗？或者是阮无够也沟通？或者是阮无甲主你的声好好听入去？愿上帝你的灵光照阮，互阮好好伫你的面前谦卑来做检讨，互阮行伫信仰的路、永远的路，会当愈行愈坚定。会当时时来体会甲主你三角形的地面，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献诗580首，外面请人要拍，请你580首。
这时咱要来奉献，请会议执事、培训执事来出现。今仔日是退休牧师传道书的奉献主日，咱真多谢李春清教会拄退休的罗牧师来本堂讲道请安，请咱特别做伙来关心一世人来奉献，侍奉上帝最主要帮的牧师传道书因退休后的生活咱多谢牧师主日了。咱中昼要召开教员会议，请同工留落来聚会第4楼，看照团契下昼的聚会要改选同工干部，请团契的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也外礼拜咱家己也请邱牧师来补充执事的有选，咱后礼拜日要举行执事的有选。9月17要召开秋季好会，要来改选补选7位的执事请咱为着这来代祷。中执会为着执事有选的计票甲了外礼拜的作业，中执会咱后礼拜日9月初3第2场礼拜后要召开，请中执有时间来参会，咱请陈牧师来补充。我就感觉伊拢无开麦克风咧，不过大家拢有听啦吼，算讲大声啦，我感觉怪怪的，我听楼顶有听就好。我先代表教会来欢迎咱今仔日的人客吼，拢是咱足少年真久无倒来伫遮吼，咱来欢迎胡欧兰长老甲伊的查某囝周兴全吼，为波士顿倒来吼，兴全足欢喜，学长了，足久无看啦，足欢喜看到伊会通倒转来吼。佫有迄个约瑟长老的妹妹杨玉珠玉珠姐，伊为 Australia 澳洲倒来，真欢喜啦！大家拢足久无看，有佫需要我介绍的人无？毋茫咱礼拜煞咱留伫遮，会通有佫较好的交陪。我先拜托几项代志，第一项就是咱后礼拜要有选，毋是伫礼拜中进行，2场礼拜拢照常，
你若是会员，你到教会时阵，咱的书记会摕一个预选单，迄个互你来交，你会通上最交7个啦，上最因为咱要选7个呢，所以你最多可以圈选到7位，你要离开教会时阵，才交倒转来，2场礼拜，无要伫礼拜中进行，咱有时间咱才小交一下，然后中集会时阵，阮会甲所有的票来计票，咱伫9月初10会公告即个最高票的。超过7位，有时可能10个，无一定14个，上最14个，来做咱接书的即个候选人。你咱9月17要后会顺会较紧，会较紧，就为10几个中间，这等于一个提名作业。所以咱后礼拜第1场、第2场，如果你若是会员，咱会小会书记会将这交互你所以拜托咱大家后礼拜。你即礼拜先祈祷求上帝互咱知影，你感觉适当的人来选出7位即个你感觉适当的接数。到17咱就迄天是正式后会，迄天咱第1场礼拜会暂停所以则拜托咱大家时间安排一下。搁一项就是咱9月24要去野外礼拜，咱几啊年至少我来3年拢毋捌野外礼拜。即摆疫情较好势，是9月24。总是你知影，即摆最近即个台湾开放互迄个中国的即个1天2000人，所以咱嘛望讲，到时咱需要几台游览车较早会通家订好势，所以咱报名到后礼拜日截止。你若方便，望你尽量伫今仔日就会通来报名上好欢迎你邀请你的亲人朋友如果你报名伫楼骹会使，还是用 Google Map 阮有特别甲旅行社讲，因为咱年纪行动较慢的，所以咱即届旅行会真野外礼拜真轻松啦咱从8点为教会出发，5点下晡5点左右转来到教会。今仔日咱的周报内底有特别介绍，咱下早时去到亚东剧团，这是中立咱要看这出话剧咱等于甲包场因要用金花这个话剧咱伫迄个所在中间带出一寡福音的信息中昼咱去食一个饭咱就去到巴德去一个生态园区伫迄个所在行看看。检采过去龙潭的迄个农会遐有一寡农产品，咱胡宗义长老特别感觉袂歹的所在伫遐会通互需要采购，咱5点左右回来，所以望咱大家来当赶紧报名即个用个咱爱做即个保险，也是讲后续的安排，每一人的车位啦等等，所以拜托咱伫今仔日最晚下个礼拜天。9月24的迄个野外礼拜，咱都报名完成，好，多谢。多谢张牧师的补充这是咱今册签诗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吟诗了，请罗牧师来讲道。Yeah.
天父上帝听堂，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正在皆三个之地，对这条教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密倒。辛苦了，这首我们结束了。我吹了几次了？